来继续来看，有消费者最近使用一款大牌子的行动电源，但是却来发现讲愈用愈烧，甚至闻到塑胶味。消费者是真烦恼，讲会甲其他产品同款，常常导火爆炸。业者讲，顾客若有疑虑，会当直接联络到原厂来处理。 甲手掌变大的白色行动电源拆开看，内底有2粒电池，唔有真臭的味，外壳阁有臭灰带混杂，消费者去嫌价，朋友送互处理人，处理人阁转送互董事前的知名品牌行动电源。最近这几天充电的时，摸的时阵感觉真烧，电量嘛用甲真紧，尤其闻到塑胶味，就惊甲其他品牌同款会导火爆炸。伊赶紧拆开检查，发现电池内底已经暖起。有吓一跳，就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自己幸好先把它拆开来看，会离床头远一点，就是不会丢在床旁边。晚上的时候可以让它插着充。 就是一定会拔掉这样。无偌久，行动电源业者联络到消费者，而且调查出原来这是10多年前的产品，应该是电池抗烧久害去，就是电池老汤啊。强调全部的电器用品拢有使用年限，若是充电无正常，或者是有其他疑虑，建议直接换掉，或者是联络原厂去处理。所有的电池都有使用上的寿命，包括它存放也有寿命。电池放个1年就要检查一下，不要放了几年都不去更换它，那就很危险了，因为它会漏液，会腐蚀掉旁边的东西。 进前全球各地传出真侪行动电源导火抢研究外，中国民航局嘛祭出新规定，为6月28开始掠愈严格。若是旅客在行动电源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3C 标头，或者是标示无清楚，幸好批出要求厂商调动起，全部禁止早起伫中国国内线飞轮机。毕竟看人失败，就唔通阁对人安尼做，嘛是要以飞行安全为优先考量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